110年建制完成第1期的紧急车辆优先号志的这个通行系统之后，我们现在今年完成了第2期在安南医院的周边的道路。这一期的计划呢是建制了10个路口，那一样是在10台的救护车上来安装这个车上的设备。那总计全台市目前会有31处的路口，还有20辆的紧急救护车辆都有这样的设备。那如果到达的时候是红灯，它就会这个提早结束红灯，转为绿灯，让它前面的车流可以疏解，要让救护车可以优先来通过路口。那如果到达的时候快要变成了红灯，那我们会把绿灯来延长。透过这样的设计，让其他车流可以优先疏解，那让救护车的驾驶在通过路口的这个驾驶的紧张的压力可以减轻。那另外是透过时间的这个争取，也可以让救护车上的病患可以争取更多的这个救援时间。因为我们 EMT 实际出勤，我们的压力不仅是来自照顾病人，然后行车的安全也是我们压力的来源之一啊。驾驶救护车如果要穿越红灯的话，其实不仅是要停下来，然后速度放慢，看清楚前后左右的车，还要预防一些可能没有注意到的用路人或者是驾驶人突然冲出来。有这套智慧系统，我们可以更放心的直接慢慢的穿越这样子，争取一些更快的时间。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安南医院现在一天的门诊量到3000多到4000人，那急诊部分也有150到180人。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附近的交通是非常的拥挤。那如果有一些紧急的需求需要送到我们的急诊来救护的部分呢，那虽然消防局本身有12岛层的心电图，可以跟我们事先沟通，我们开启着绿色的通道，让他早一点去做心导管或取栓的手术。但是呢，如果交通时间延误而造成多了30秒、40秒甚至1分钟呢，让这些民众在整个救治以后的这个预后会变很差。也期许这么好的设施可以发挥到所有台南市的37个行政区，包括所有医院周遭。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在2年前110年的时候建制的第1期的智慧交通号志的这个部分可以让紧急车辆，包括救护车、消防车，还有包括这个大型公车，他们的通行的时候能够优先取得绿灯的这个号志，能够让他们通行更顺利。经过2年的实施，我们统计的结果有效的帮忙紧急车辆争取了40秒的这个通行时间，也就是提早40秒到达。那道路这个通行的顺畅度也增加到94.5%，因此对于实质上，这个不管是紧急抢险的伤患，或是紧急救灾的消防车，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不要小看了这40秒，往往是生跟死一线的距离。因此呢，我觉得这个部分的既然实施状况是很好，然后而且是有效的抢救了人命，维护了民众的健康，我们会更努力的扩大实施。那接下来我们几个大医院，包括市立医院，还有其他的医疗院所，我们在经费许可、能力范围之内，我们也希望说逐步的推动，能够让这个民众健康得到更大的维持，那紧急车辆的通行得到更大的顺畅。另外是关于欢收看11月27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拼地方的建设，立委陈天辉27日邀集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南下考察，一方面争取台积电1.4奈米进驻台南，嘛了解市府所提供的土地优势。另外嘛，甲工业区的厂商座谈，是地了解地方产业甲企业的需求。立委陈廷辉甲林美景安排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上午南下考察，
台南地区的经济建设概况。第一站是在台南科学园区，市长王伟体并也亲自出席，会同经济部长王美花积极来争取，希望台积电1.4奈米的先进制程会用个设伫个台南。对此，经济部长回应，会将市府的准备甲地方的意见召回经济部来检讨。接续一行人嘛转往新竹工业区，一方面听取地方的意见，另外嘛甲厂商代表来座谈，希望帮助地方解决中小企业的需求。我们在这个今年5月的时候有一个疫后的特别条款，那我们就提出了我们的产业的升级跟转型的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它有很多的一个协助我们产业在发展的所需要的措施。我简单讲，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补助，我们提供你面对低碳化或者是数位转型的购买机器设备的补助，甚至你的技术发展的一个补助。那第二个部分，我们也提供辅导。如果你的公司是比较小，没有办法去做这些工作，我们也透过我们的一个计划，引进我们的这个法人研究机构来帮忙大家做低碳化还是智慧化的相关的能量建构工作。另外一个部分，这个期间如果大家这个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从业人员去做训练，我们也提供低碳化跟智慧化的一个训练，这种编辑。好，那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中小企业署那边也有提出这个相关的贷款，有一个疫后这个贷款，疫后振兴贷款，另外还有加一个低碳化跟智慧化贷款。你要让每一个中小企业主都知道，否则知影人会晓办，唔知影人是唔知要去倒办。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部分是我们未来，因为我们整个经济部我们所有的所谓行政单位有做了一个调整，所有的司都变署，然后甚至有做一个所谓你们内部的一个工作调整之后，我觉得应该要更清楚的把这些资讯怎么来协助，应该要有窗口针对各个工业区，也就是这个工业区他知道能够怎么去协助厂商，厂商如果有需要的时候，这个窗口可以去这个搭配我们现在哪些政府的政策。虽然新竹工业区是地方家己开辟，不是属中央管理，不过伫个100多公顷的开发面积，目前总共有121间厂商来进驻。伫个前2冬，当着断电事件不断，后来经过立委陈廷辉的沟通协调，总算要伫个工业区来兴建变电厂。上午的座谈，包括经济部、厂商甲台地嘛拢在场。目前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预计今年底进前建造就会用来挂件，116年兴建完成。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国民党侯康沛正式成军以后的第一场大型造势，26号暗时在选伫台南举行。主办单位宣布现场超过3万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强调，伊受到各界栽培，对一个形势做到现在，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保护台湾，让台湾再出发。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甲赵少康组成的侯康配后的第一场大型造势活动，就选伫咧赖清德本命区台南举行。侯友宜表示，伊受到中华民国栽培，为一个刑事警察做到现在，伊一生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保护台湾，让台湾再出发。要对一个基层的刑事，一个人伫家己，立刻出接人国的家己。那个北部受到中华民国的栽培，甲我照顾，甲我疼爱，是这个土地甲我养育，我有今仔日，是恁在座所有人民，所有好朋友甲我疼爱，我才有咧徛到这个舞台。我一生敢若一个心愿尔，自我读册开始，我就是要保护台湾，让台湾搁出来点了。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表示，伊参赖清德嘛是朋友，但只靠伊一人是无法度改变，因为民进党整个歹了了。赖清德参我为是本来是朋友啦，我嘛访问过伊啦，
但是敢若伊一个人无效啦，规个民进党就歹了了啊！好代志8年来好代志无做一项啦，歹代志算来算去算袂了啦，真的是罄竹难书啦。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嘉义市长黄惠敏、5位立委候选人、党籍议员以及多位拿赢大咖，也拢轮番上台作讲，友台选情。拍断手骨颠倒用啦，咱咧受尽各种的苦楚、折磨，然后咧无成，然后佮经着赵少康来做副手，变做富康的组合。欠疫苗伊趁疫苗，欠口罩趁口罩，欠家人趁家人，欠猪肉伊趁猪肉，对不对？30年前的民进党青年勤政爱乡土，大家都觉得民进党是台湾的希望。但是连续执政8年下来，我们发现民进党已经变了，他们现在是贪污腐败爱金钱。韩国瑜因为伫平湖助选，无法度赶回来。不过，伊也透过影片向台南的乡亲问好，拜托大家爱支持国民党的侯康配，政党票，给国民党一个机会。伊有信心会当找回民主上淳朴甲善良的一面。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台市立委第2选区的选战愈来愈热，现任立委郭国文的总部4月发言人就强烈批评候选人陈坤和的硕士论文有抄，而且文宣等于是乌函，根本是做贼画猎贼。距离总统甲立委的大选剩无到50天，地方的选情嘛拉来拉激烈。台南市第2选区立委候选人郭国文甲陈坤和。最近因为论文疑似抄袭的案件闹甲愈来愈大，对陈坤和这个郭国文的论文抄袭以后，郭国文的竞选总部发言人包括议员黄兆辉、蔡丽青、沈振东甲王宣茂4位议员，上午嘛联合召开记者会，这个陈坤和的论文有抄袭的疑虑，根本是做贼画猎贼。我们现在的这个论文呢，通常都会经过这个软体的比对了。我们将它的论文放到这个Turnitin 的这个软体里面做比对，那初步的结果呢，它有43%的是重复的哦。那我们但不会说就光用这个数据就直接指明说它抄袭了哦。那我们当然再详细看一下，说它其中有一个可能啊，可能它有在这个远东科大有个期刊有投稿。那扣掉这个11%之后，其实还有剩下32%的这个重复率啦。那我们就不禁怀疑说，有这么高的重复率这个论文，那它到底它的引注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呢，我们在初步的详细去看啊，那这个后来发现它的论文里面。有标准格式的引注啦，那我看一下他的论文，大概是采用所谓的文下注啦，就是一页下面有这个附注的上面有这个附注的方式。那其中呢带有比较标准的，就是有这个作者、有书名、有这个出版社，最重要是有页数的这样一个附注，只有3处，将近有3成啊，我们保守一点讲，将近有3成以上的重复率。这个附注有页数的却只有3处而已，所以我们就不禁的怀疑说，这个到底它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原创的一个论文呢？我们也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大概他缺失什么，他想隐藏什么，那他就来攻击对手有什么。比如说他的论文，其实刚才我们赵慧议员也已经讲过了，他也本身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甚至经不起考验的论文，结果他却去质疑一个反复检验都没有问题的郭国文立委的论文，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除了论文的抄袭风波。另外，在建设方面，4位议员嘛批评陈坤和，家己身为大板门地区的议员，提不出溪北的建设绩效，就批评对手讲溪北无建设。议员表示，就亲像回力标同款，伫咧批评别人进前，嘛相对的批评着家己。针对4位议员的批评，事后陈坤和嘛发表声明，针对论文案，会用直接向省大来检举。主人会负起法律的责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搭配台南购物节，南区公所25号、26号2天盛大举办大台南眷村文化美食节，其中黄伟铁甲各界贵宾拢到场斗热闹，共同为活动揭开序幕。由皇家、爱德家以及大型幼儿园的小朋友，再来古水活泼表演，为大台南眷村文化美食节活动揭开序幕。开幕第一天，市长黄伟铁也专工前来同乐，并颁发感谢状，予参与表演的幼儿园。谢谢大家来到眷村文化节的，他就拄则梁咱的胡总会长讲的吼，咱这是有种有意义的吼，有眷村风味的一个购物节吼，欢迎大家一起来，能够这几两天吃到饱饱，抽到手软吼，也当抽大奖，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欢迎大家来。南区区长肖秀华表示，这次活动不只有乐团表演、魔术秀、火舞秀以及唐氏宝宝公益表演等，还有一口气表的促销活动。另外，对着年会采购需求者，建议会当前往台南大同商圈，因为该商圈以眷村美食闻名，同时也是全台第一个科技友善商圈，会当利用行动支付。提供更加丰富便利的购物选择。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11月25是国际终止妇女受暴力的日子，所以国际男性交流协会总会特别伫即天展开全国巡回连线游行，扩大向民众宣导反家庭暴力等相关的议题。携手反暴力，你我不缺席，113一通。关怀马上通，大声发出做伙反暴力口号。台南市国际男性交流协会总动员来到安南区果菜市场，向社会大众宣导以及关注各种形式的暴力、性侵害防治、儿少保护等相关议题。即天刚好也是国际停止妇女受暴力，有较大意义。今年的话，为什么改在11月25号呢？因为就是要跟世界同步，全世界同步，11月25号同步国际终止妇女受暴日，携手反暴力，你我不缺席。113反家暴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因为现在我们的妇女，还有我们的儿童，还有不管是女生或男生，男生也会受暴哦。所以我们现在113反家暴，今天本来是每年的11月13号，但是我们是响应全世界。我们很感谢我们台南市还有经验会，我们联合来办一个就是113反暴日的宣导活动希望大家能重视这个妇女的权利。那这个活动我们历经我们会里创会我们台湾创会已经30年的历史了所以我们每年都持续这么的推广反家暴，你我一份心，共同守护大家。那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更加的和谐。国际男性交流协会强调，在台南市3个协会联合参与之下，希望透过宣导，让更较侪人关注家庭暴力当中的受害者，为因提供支持和帮助，同时推广性别平权的思维，为社会带来改变。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
为了响应净零碳排甲环境影响，淡市首创的 ESG 概念店获得认证。27号有5间连锁品牌通过认证，由市长黄伟哲颁奖表扬，希望店家拢会当将生态环境、社会进步以及公司治理等方向来尽一份心力。气候变迁已经冲击着每一个产业的经营，所以如何伫生态环境、社会进步甲公司治理这3方面转型改变，由咱生活就照的店家做起。市府经发局的全国首创推出 ESG 概念店的获得认证，希望所有店家拢会当将友善环境的策略用于因的经营，并持续扩大。相对互民众嘛提升营销观念。其中包括知名茶叶蛋的品牌甲饮食公司拢合作。在的方面呢，环境方面，我们做到了循环设计包装，然后S方面，社会公益本来就所长茶叶蛋的公司文化了，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从分享做开始，所以CSR这块是我们的根本。另外在G方面呢，公司治理，我们把公司导入了一套账，让整个财务呢是非常的透明化，朝向的银饰回收再利用的这个目标去做发展。然后包括除了银饰以外的话，包括我们盒子啊、袋子，都会鼓励的，希望我们顾客可以回来，让我们做再回收跟利用。那还有几个方面，就像我们员工的福利啦，还有我们所有要用的电子产品，就是 DM 啊，或者说有关纸张的部分，我们也朝向电子化。会中市长每天嘛亲自到场，以颁奖表扬5间连锁品牌，嘛是市府第一摆以餐饮、零售以及生活服务业为主的获得认证，期待将成功的经验拓展到其他的分店，朝向营销发展。不管是大公司，或是小企业，或是微型企业，只要在自己能够做的范围内，能够做好，那对于我们环境，对于我们环境，不管是环境友善，或者是净零排放，就有很大的帮助。那最后呢，能够一直到个人，也就是我们每家家户户每个人，那这样子就更好了哈。店在不在？在。带来新闻管及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为了互民众认识沙仑伫绿色能源、智慧科技等等的成果，特别规划沙仑智慧生活周，其中业者电视将电火扑啊甲插座直接放入水内，竟然未漏电。另外，工研院嘛推出用太阳光电所打造的绿色建筑来自家比，让互民众大开眼界。沙仑智慧绿能科学城一直是南部重要的科技研发中心。对此，市府为了互民众更加亲近认识相关智慧科技的成果，所以规划了沙仑智慧生活周，邀请超过60间厂商来参展。其中有真特别的研发，就是业者将电火扑啊加插座直接放入去水内，手搁伸入去，竟然未漏电、未跳电。马钦市长黄伟哲拢来参观。一般来讲，插头丢到水里面都一定会跳电、会漏电，甚至手伸下去会电到。但是我们的设备已经可以做到手伸进去其实是不会电到，我们在瞬间然后造成零电位差。那也就是说，未来使用的这套我们开发出来的设备，以后家里就不会有漏电电池人。不会有因为漏电而产生的电线走火，然后公司也不会因为漏电下午整个都不用上班了，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自己称是从富兰克林发现电以后最神奇的一项的设备设施。那我们也希望说今天能够借由我们沙仑科技展，以后能够推广到全台湾。会中除了使人赞叹的漏电保护装置成功运用在市场以外，另外利用太阳光电的系统所进行的绿电开发。会当将所有电嵌入这个装置，然后分配到每一个家庭，用来甲家边业者合作拢会当，希望大进生活，嘛成为展览当中一大亮点。光电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这个来源电力来源，那我们就透过储能可以提供比较稳定的电力。那当这个台电端入电力这个不稳定的时候，或是断电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一个短时间的供电。目前就希望结合在地的一些活动来使用比如说我们这一次有这个可以
用咖啡啊哈煮咖啡可以跟咖啡的业者合作哈，或是说我们可能有电磁炉就可以煮一些关东煮啊哈，我们可以跟在地的一些食品业可以合作哈。那未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光储设备，然后到每个地方哈提供一些快速的一个电力供应。人工科技来自人性，所谓创新研发，嘛拢应该落实到日常生活，实际运用来解决问题。台湾新闻阮子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1月27日中港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